南海結界魔幻事件，二架美軍機同日在南海相繼墜毀。2025年10月27日，據 CCTV 國際時訊援引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消息，當地時間10月26日下午2點45分左右，美國海軍一架隸屬於第73直升機海上打擊中隊的 MH-60A 海鷹直升機，在從尼米茲號航空母艦起飛執行任務時墜入南海海域，機上全部機組人員被救起。海鷹反潛直升機，當地時間下午3點15分，一架隸屬於第22戰鬥機攻擊中隊的 F-18F 戰鬥機同樣在從尼米茲號起飛執行任務時墜入南海海域，機組人員彈射逃生被救起。熟悉靈界嘅專家話，好明顯係戰機進入咗唔應該進入嘅地方，俾結界嘅力量警告佢唔好去嗰啲唔應該去嘅地方，即使有魔鬼選定嘅總統。